东北放朋，乃中有庆，安贞之己，因地无疆，宣圣讲义，此数民皆昆元大用。由干之士为乾坤的乾啊，而昆元这个在念易经正式啊，证明了这样解释的是，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。必有所本。善书图书馆有丰富的儒释道三家的典籍，在内搜寻，你搜寻绘图。古代的线装书啊，善本书啊，劝善的书籍，线装书哦，哇，绘图啊，黑白的图。而坤元亦随之，而主后天之用，专生古代的黑白的图，其在先天，绘图，若有后先，劝善书籍。后天则以病。